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你来到本节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上侪奖金35000块，你咋得去哦？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这边先来。来。伊今日足早就来啊，我实在是足歹势哦，因为伊嘛是先摆咧。虽然阮的年龄会差不多，但是伊嘛是先摆。出道较早。而且上重要就是今日咯，这2队吼，拢是家己报名来的哦，啊，拢真介意啊哦，咱这个节目是啊，今日吼。亲身来遮，嘿，体验一下咧，无唔对，希望因拢奖金会当摕到转去啦吼。阮这边的队长李兴文，阮台语有够水啦！等真久吼，没啦，我这节目真趣味啊，真正有影趣味。学足济，无唔对，今日啦拢是报名来呢。对。嘿，啊真介意阮的节目，可能是嘛是有淡薄仔趣味，你学台语吼，大家较有兴趣啦。对啦。是，你家你的队友介绍落去好不好？介绍一个，自我介绍啦。大家好，我做洪秀琪，我是阮家的上细汉妹妹。啊，今仔是我报名，因为我最爱看这个节目，我从第1季到进。啊，逐集拢有看，啊，佮重播嘛拢有看，啊，所以我就请阮兄弟姊妹吼，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可以来去看卖咧。是无？忠实的观众。嘿，忠实的观众，忠实的观众。欢迎你呢，好，来个杀入去咧。我是大哥吼，我是伊报名，我是大哥啊，如果咩报名，就招讲好，大家来公司甲拼者。是欢迎大兄，好，来个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柯宏业，我是大姐夫。哦。因为耳濡目染啊，伊拢咧看这个节目，所以伊推荐阮规家伙做咧看。同齐来看。所以哦，今仔日真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这是一生第1届上电视。安尼水啦！有这个运气哦，35000我看落去一定伫你的头壳顶啊哦。嘿，是，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个杀入去。我是苏秀红，我是小区姐姐的同学，嘿，所以感谢伊，互我来这个机会，头一届来的。哦，伊有做王牌呢。王牌了，阮的王牌啊，因为阮3姐吼台语较无遐通，爱想讲吼爱得奖金，爱派一个王牌，伊是阮的王牌。王牌哦，是爱请王牌。好，欢迎你咯。今日啦，你会较轻松淡薄啊。队友拢足厉害啊，足厉害呢。红牌、金牌嘛有啊。咱35000甲摕转去啊。好，来，咱这边35000要摕转来。换你那边要摕无？是你那边是台语有够水，阮这边是实全的战队啦。欢迎我的队长王彩华，彩华姐姐。是啊，不过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若讲到阮这旁吼，唔是咧，刚才看阮穿的穿插了，知影有够花啦，花木力量啦。而且呢，阮这旁的吼，唔是我咧讲的，真正台语是一级棒的，一定爱。我跟你讲，刚才要介绍我边啊，这尊用尊的哈，一身，哎呦，卡尾煞在，好来介绍好。我想今仔日阮一定会摕到35000啦，因为阮的队长人水花大蕊，讲话好脆水，行路啊唔免用骹腿，半暝阁袂拄到鬼。你得要是这轮椅吗？你得要高压跟大饼。我跟你讲，你什么意思？高压跟大饼那有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我免用骹腿是，我能用杯。用杯，我是新生，也忙出来走云顶。哎呦，忙出来拢来啊！我姓东啦，名俊卿吼，我教台语已经21年，所以去年摕到教育部社会个人的贡献奖。哎呦！不要紧，刷落去，就这样。好，来，我刷落去，甲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金秀，我是一个退休人员，英英无代志，甲阮董老师咧学台语。哎呦！你有台语啊，赞！好，来，我刷落去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淑芬，我嘛是跟阮董老师学台语的，我最近才考过迄个台语的人生。厉害！来，我刷落去。我叫做黄进斌，黄乐，
人拢叫我阿斌，啊那学校的囡仔呢，拢叫我黄老师，啊拢叫做 NG 老师啦，NG 哦，迄个 NG 呢叫做黄嘛，哦，NG 啊，所以呢，啊那1年啊2年拢甲我讲叫做老师啦，我讲人老师都要去找便所，唔是找我。哦，是是。来，拍谁？来，来，帮努对呼哦。对呼啊，好这里啦，来，钟老师来。等一下，美秀节目，老师齐，阿雄大班，好人气，全家制作，老大意，地位传承，出头天。阮家嘛有，哦哟，来，我嘛来这里哦。好来，小超滚面，董老师，这阮家厉害，来换我啦，飞起来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阮兜大河边，阮拢讲台语，台语讲了水，大家拢欢喜。赞，这个开场咱就足欢喜啊，因为啊，总算讲吼，有听到讲哦，是大人。早年啊，甲我讲台语的呢，连教授老师拢来啊！你看偌好咧，金牌啦来，王牌嘛来啊！感谢两边啊！这个开场就早年啊精彩啊，咱是要安佫行落去咧。只有来介绍国文老师啊啦。是，好，来等下，咱的黄老师有准备物件老师你有准备物件哦？早起要来啊，想着讲恁两位遮尼拍拼，遮尼认真吼。啊，小看牛咱啦。一开始就乌西啊，唔对呢。不过咱袂当输底下，你是爱你第头前，是这是生意，咱等下再好好念互大家听啦。是啦，先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好唔好？来，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会晓讲台语，生活加一味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台语哦。好，会晓讲台语，生活是不是加一味啊？赞！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，你一句我一句。啊，咱的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也有3题哦。3题。分数啊悬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当然是先甲5000块摕起来嘛，好唔好？好。下当啦吼，啊好，手放在另个前面，听我讲车手台的时阵，咱紧的试哦，速度爱紧哦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车出题。请问，逐摆出去耍，伊拢会安怎？真正会互人掠讲。哎呦，逐摆出去耍的时阵，伊拢会安怎啥个哦？啥哩哦？真正会互人掠讲啦。好，来，咱车手答。好，来，是专的。逐摆出去耍，伊拢会无休息、无准时，真正会互人掠讲。哎呦，无准时啦！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无准时赞。好，今日个想我来。逐摆出去耍，伊拢会细念，真正会互人掠讲，通安尼啦，细念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细念。今日个想我来，阮这边。好，逐摆出去耍，伊拢会使性地，真正互人会掠讲啊！使性地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真赞。唔通啦，来我这边。逐摆大家出去耍，伊拢面臭臭，互人足掠讲。哎呦，面臭臭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唔通面臭臭。来，逐摆出去耍，伊拢唔炸钱，真正会互人掠。炸钱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卖合袂安尼卖到对啦，吼来。对，够一题啦。逐摆出去耍，伊拢做伊行，真正互人掠讲。啊，有影做伊行，你嘛唔当啦，做伊行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真赞。安尼嘛袂当，好来这边。好，来，逐摆出去耍，伊拢讲电话，互人。会互人掠讲，真正互人掠讲啦。对啦，讲
讲电话，你厝的讲就好啊，对唔对，老对啊，是师？要佚佗还要讲电话。嘿呀，来。大概出去耍，伊拢讲无钱，真正互人掠讲。哦，讲无钱啦，你去算啥话？老师讲无钱对唔对？对，卖含这种人出去哈。来，逐摆拢出去耍，伊拢咧拍电动，真正互人会掠讲啊！哦，拍电动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哎，安尼嘛无好哦。好来。但讲出去耍，伊拢顾翕相，真正互人足掠讲。哦，顾翕相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这卖红掠讲。来，我这边。大概出去耍，伊拢看小姐，真正互人掠讲。有影，红婿一直看小姐。嘿，看小姐，看外气啊，拢看别的小姐。是啊，看小姐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安尼唔通哦。哎呀，来，好来，大概出去耍，伊拢不爱认咯。哦，不爱认咯啦，我上面认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不爱认咯，不爱认咯。不爱认咯，不爱认咯，不是无爱，不爱，哦好，不爱认合音啦，哈好，不爱认咯。好来，哦来，大摆出去耍，出去耍，伊拢困过头，真正会互人掠讲。哦，困过头啊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安做讨厌。哎，这老婆惊加熬哦，来出去耍，伊拢豆豆啊蛇。哦，豆豆啊蛇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加一字安尼，豆豆啊蛇，是哩哦，豆蛇啦，哈，豆蛇啦。老师唔对你摇，嘿嘿，卖客气。安尼就歹势咯。所以讲豆蛇有可能嘛，无可能，袂当安尼讲法啦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恭喜你的酒咯！来，咱家老师解水哦，谁那袂当？吼，来老师。对，讲迄个豆豆啊蛇是较顺的啦，啊，毋过咱得3字尔。哎，啊，甲勉强甲用讲豆豆蛇的怪怪，哎，所以较无遐适合，嘿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补充一个好无？好，补充。迄个，因为咱今仔两队吼，哇，拢先表现，台语足厉害，所以我补充一个较深的词吼，叫做啥？逐摆出去耍，伊拢啊啦气痛论。什么是气痛论？你都唔捌听过吼？生闷气啦，好多生闷气吼。啊，这真正会互人啦掠讲，嘿，嘛互恁参考一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就咱豆豆啊练习安尼就对啊，敢若像开讲安尼。好，唔过真厉害哦，你拢真厉害哦。不要紧，咱还有2题哦。好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念面就要安怎，互我真正就安怎。我内面就要安怎3字啦，吼，互我真正足安怎啦，2个字啦，吼，好来咱请出答。好，来这边是关。我连面就要去食饭，互我真正爽快。要去食饭啦，互我爽快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真好。食饭爽快哦。好，来这边。我连面就要去做兵，互我真正足烦恼。哎呦，去做兵啦，足烦恼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真好。来，我连面就要去佚佗，互我真正足欢喜。去佚佗啦，足欢喜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恭喜！来这边。我连面就要去录电视，互我真正足紧张。录电视足紧张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免紧张啊！来，我连面就要去考试，互我真正足惊去考试啦，足惊啦，对唔对？老师啦，老师真好哦。来，我这边连面就要去看电影，互我真正欢喜。要去看电影，要看电影是要去看电影，嘿，看电影，嘿，啊，足快乐的，快乐哦。看电影足快乐的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 OK。来，快乐好啦。我连面就要去娶某，互我真正足快乐。快乐伊讲过啊，快乐欢喜，足满足。去娶某足满足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来。
好，这连个咪就要去十万奖。佚佗，互我真正足期待。哦，这个这个讲过啊。好，我连咪就要去出国，互我真正足期待。哦，去出国啦，足期待啦。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嘿，好来，来大声来讲。我连面就要满喙齿，互我真正足烦恼。哎呦，烦恼都嘛有讲过哦，是不是？互我真正足紧张。足紧张啊！嘿，今天有讲过吗？嘛讲过哦，足痛苦，足痛苦。哦，满嘴气足痛苦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嘿，来，我连咪就要做阿公，互我真正足幸福。哦，做阿公足幸福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来，我连咪就要去做阿嬷，互我真正足满意。哦，做阿嬷足满意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阿公阿妈做过袂使。好啊，唔能够做阿爸阿妈，来，我都未使啊。我连咪就要去生囝，互我真正要去生囝，要生囝，互我你要足紧张，足烦恼。足紧张。烦恼讲过啊，紧张嘛讲过啊，紧张嘛讲过啊，互我足。3、2、1，好，啊，我这个补充一个吼，迄个我连咪就要毕业咯，互我足感伤，很感伤，好，这摆当参考哈，哎，以上。好，上尾一条哦，好，来上来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什么听什么什么？哦，什么什么听，什么什么哦。好，来咱请唱答。老翁听姊母。哦，老翁听姊母。哦，老翁听姊母，老师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水啦。好，来。水翁听水母，水翁听水母啦，老师对不对？水翁哦，嘿，水翁吗？啊，买当讲水啊，买当讲烟豆啊，我咪讲水嘛。水翁听水母啊！两边的队长，那个翁仔某咧搭水果，倒一边会当赢咧？请问什么什么听什么什么？哦，什么什么听，什么什么哦。好，来咱请唱答。哎呦！哦，来，答。爸母听家里，家里。哦，爸母惊你啦，来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会使。嘿，来。阿嬷听大孙，哦，阿嬷听大孙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真赞。哎，来，大家听新妇。哦，大家听新妇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安尼家庭太和谐哈。来，听学生，嘿，老师听学生。哦，老师听学生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这好老师。哎，愈少愈歹想哦。哎，医生听病人，哦，医生听病人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医生听病人。嘿，来。中官听部属，哦，中官听部属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会使。好，来。好，来。水翁听水母，哦，水翁听水母啦，老师对不对？水翁哦，嘿，水翁吗？啊，买当讲水啊，买当讲烟豆啊，我咪讲水嘛。水翁听水母啊！啊，两个拢水啦，两个阿无拢水。哦，好啦，好，拢水的。嘿啦，哈。来，我这边。大兄听小弟，哦，大兄听小弟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好，这好大兄。哎，来。阮大姊就听小妹。大姊听小妹啦，老师对不对？大兄大姊拢讲过啊，袂使啊。姊妹袂讲的啊，来哟。这有点，有点。啊，有什么？老。什么听什么？老翁听姊母。哦，老翁听姊母。哦，老翁听姊母，老师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水啦。好，来。嘿，阿哥听弟弟，阿哥听弟弟。哦，这出的歌戏，你阿哥听听弟弟啦，老师，阿哥听弟弟对不对？咱较无安尼讲啦，较勉强嘿。是我。不要紧，真可惜。来，分数声。恭喜你得1分哦！
好，来老师，有够够的，我要上咧接济两在。是啊，最厉害。好啦吼，有一个吼，天公疼憨人。是啊。啊，比如讲啥，迄个头家疼新郎吧，吼，啊，爸母疼后生，啊，这嘛会使参考。系第一回合名啦，先来看一下分数。是的。先看咱这边台语的。有够水，得到1分。对啊，咱是选的正对的。我得到2分哦。不过咱第一回合的5000块的奖金，来，咱先看去倒位。哎，互咱的是全恭喜得到5000。不要紧，咱搁拼就有啊。好，进来咱的第二回合，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第一位已经上台啊。洪大哥，嘿，洪大哥甲咱的董老师，董老师，那你那第一位就起来。啊，你较袂话题啦，对啊，上强的，上强的，上先拍出去甲压落底。哎呦，我甲你讲，阮的洪大哥哦，嘛无恁远的哦。嘿，阮平常时也嘛有看阮节目嘛，对无？哦，赞，袂歹袂歹。袂歹吼，有趣味，你看电视甲遮无共款吼。嘿，遮来小可紧张，遮来紧张。看电视较袂紧张。哦，因为看电视搁当啊讨论，搁当啊骂啦，是是。啊，无看电视董老师嘛是有看阮的节目。有啊，有看，有人看困去呢。咱伫遐坐伫遐嘛是感觉，我也要讲，我也要讲，袂出来。不要讲，都袂记哩呀。吼，别，阮就问呢，阮就问呢。就问啊，洪大哥，我看好你啦，吼，我看好你啦，好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都会当试哦。请手搭一试哈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未来这个呢，我是伫巴西来 Kevin。今日我来到金门的金沙镇山后民俗文化村，咱来看卖遮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遐有一个烟头仔送呢，我想要甲你问一个问题。所以先生，戴明，我即摆咧听，必须只甲阿上的专家有智慧。我想要问伊门框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不好意思，你是要门框吼？门框啊！我来问咱观众朋友啦，请问门框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门框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门框哦，吼，门框的台语哦。来，咱请手搭。好，来，董老师。门框，确定哦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门框对唔对？够。来，分数。有一定的1分哦。除了门腔，啊，咱金门腔伊的音吼会较加一点，你讲门腔，啊，注意腔吼，迄个音爱学出来吼。啊，甲另外一种讲法就是门道，还是门道，所以有4种拢会使。好，不要紧，第一位赢嘛，好，来，咱今日加油，咱今日叫换人。来，老师请。咱的第2位哦，是，嘿，其实不要紧，咱手较紧就好，这个回合就手较紧就好啊啦。比紧的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即马分数甲摕起来，咱即马已经开始啊，这边，吼，只有看你啊，只有，较大力的啦，吼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会当试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即摆来到山后坐落的王家宗祠，恁看卖我后壁遮有啥物较无共款的？恁看卖哦，王家宗祠的祖先牌位吼伫正边，啊新边吼伫倒边，这敢毋是甲咱台湾无共款的？好来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了哦，请问祖先牌位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祖先牌位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祖先牌位哦，来，咱请手搭。啊，来，手来。祖先的牌位。祖先的牌位，确定吗？祖先的牌位。
啊，新猪白啊。哦，哎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，新猪白啊对不对？新猪白就对啊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除了这个新猪白啊，咱来去到金门，因的讲法较特别金门无鸭，所以因的腔因咧讲新猪白，新会变较加变新，爱注意那个扭去，所以变新猪白，另外第3种。公马大家较常听到，有无？咱讲一人一家代公马是人菜，这公马在咱祖先的牌位第4种，咱讲公婆。所以这有4种讲法咯，好，这样哦，这样哦。搁白手啊？对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哦，这个白手哦，好，紧来刺激，来，我来。其实哦，今日2队来吼，拢家己报名，其实拢足厉害。系啊，有影有影。即马第3位啊，即马红白对大白嘿。哎呦，红白来啊，金白来啊啦，安尼啦，会紧张无？袂溜溜啊串串尔，溜溜啊串串尔。我甲放心，我甲讲少年的来遮吼，真趣味哦。因迄讲讲吼，阮有诶拢听无，毋过我感觉哦，足有创意。足敢讲。淑琪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哦。手爱定筋啊，人爱靠有心嘛。哦，咱就是安那，咱若拢有心吼，台语就会当流传落。无唔对，是少年的就通个学着啊啦，是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，然后我请手搭咱台当吃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28间厝遮吼有一个较特别的物件，是啥物呢？你看这厝的边啊吼有这门，这门吼就是叫做爱门。这爱门吼，伊主要的作用就是啥物呢？就是吼，譬如讲我今仔日伫遮做代志吼，我的囡仔走去遐去佚佗我嘛当对遮吼去看我的囡仔敢有安全，伊到底咧做啥物？伊就想讲吼，以前吼，若是规排的厝吼，就是相通吼较方便，对不对？若暗时若惊讲有贼会来，就是赶紧把这个爱门的门甲关起来，安尼敢是足巧的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哦。请问爱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爱门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爱门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黄老师。下门，下门，下门哦，好，无定就是哦。来，我问老师一下，老师是不是下门？安尼就唔对咯。哦，不要紧，来换你咯，行路啊门，行路啊门，迄个行路，迄个啦，行爱路啦，老师，行啊路啦，行路啦，行路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歹势咯。咱华语是爱门嘛，爱门其实直接翻译啦，爱门，爱门，安尼俩。你讲嘛，咱真正有影想错啦，嘿呀，想说后壁门、后尾门拢唔是，结果是爱门，对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哦，加油哦，最后一位哦，好，来，咱今年换人。哦，其实哦，咱的迄落啊，建设做了真水，哦，伊建筑拢真水，不过迄伊的内面的物件，咱无好用呢，嘿啊，因为咱已经离个足远啊啦，嘿，连咧先摆都拢无啥知啊，对啊，手搁两顶面条，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吃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伫山后自落遮吼，嘛阁有一个足特别的物件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你看没有？这间厝的壁吼，就是全部拢是用石头起的吼。你看没有？你敢会当看到这是啥物字？这就是林啊，过来呢，遮还有一个字，你敢会当认出来？这就是丁啦，这就是代表啥物呢？希望讲住伫内底这个家庭会当人丁兴旺，这内底吼，阁有一寡较特别的物件来，咱来看卖是啥物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今晚我要甲恁介绍的就是这个物件，这就是叫做胶纸头。这胶纸头吼，每一间厝胶纸头较无共款，你看卖啊，这吼就是无共款的彩色，遐嘛是有就是无共款的图，遐也有仙人，也有山，也有水，看起来吼
实在是够水的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，请问脚趾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脚趾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脚趾头的台语哦，吼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来，比熊比强啊！来，小妹来，凊彩啦，高枝烧啦，高枝烧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高枝烧？你的爱心呢，老师爱心呢，我给你爱心呢。来，咱这边机会来啊！对，嘿，俗的，来。高鸡头，高鸡头，好来，老师高鸡头对不对？高枝头，摆个我这里。哎呦，咁名这困难。高枝啊，高枝红啊，还是苗红啊，伊拢是苗死较济嘛吼。啊，迄个嘛有人讲啊，较困难的啥？南藤红啊，南藤这个词较困难，就是上用。是。吼，啊，像有这个红啊呢，吼，因为啊啦，伊表现的题材主要以人物为主，吼，啊，大家配一寡这动物食物，吼，比如讲咱八仙过海内底迄八仙有无？李托怪啊，吼，何仙姑啊，李洞宾啊，啊，咱的历史人物啊，关公啊，啊，咱这花草，比如讲这个菊花、莲花啦，吼，啊，甲一寡这个四秀，吼，啊，所以迄个伊的讲法就有几啊款，刺激啊！加油啊！1-1啦，搁买啊一个啊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无唔对，甲上重要，一定要等落咱队长就对。对，是不是？认真啦！哦，认真啊，队长拢认真起来啊啦！好恁目镜啊！哎呀，贴配眼镜，好恁目镜，水高高，当了了。你莫讲你有目镜，我家己嘛有目镜。哎呦，你我大家拢有挂目镜，大家拢有挂。是，你是即马才挂嘛？拄只的题目恁会晓讲无？就歹讲的啦，讲的啊。平常时咱较无去用到这，但是我感觉这节目真有意义，就是咱吼平常时无咧讲的，啊，咱会当搁去学到，譬如这尔传统的这个台语，好，我感觉真好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听伊看，伊要搁讲啥话，要出什么题？好，来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晚要来甲大家介绍这间餐厅的主角咯。来，这就是山西拌面的拌面。哦，安尼我先来试看卖伊的口感。哦，哇，面顶有足侪料呢。哎呦。这个面口感真正是只 QQ 啊，个嘛是有淡薄扎实的迄种口感。啊，面顶吼有敢若是有插一寡迄落葱头啊，有一寡肉，啊一寡筋啊，袂歹食，好食。来，安尼我先来出题目，请问拌面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拌面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拌面的台语哦。拌面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搅面搅搅的，哦，还是拉面拢会使搅面啦。你爱选一种啦。啊，拢都搅面嘛。搅面哦。听闻哥哥来。哎，你这庄严是安怎？这个无遐尔困难吧？你使个输啊啦，莫安尼啦！我做紧张的，后壁你无看因的目睭安怎啦？讲啊，为着我嘛讲唔对。对啊。拌面对无？什么面？拌搅面，拌面对唔对？手搭手甲冤家相骂，倒一边会当讲出正确的台语咧。请问拌面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拌面的台语哦。拌面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好，对对。拌面哦，搅面。哦。搅面搅搅的。哦。还是拉面拢会使搅面啦。你爱选一种啦。啊，拢都搅面嘛。搅面哦。搅面搅搅的。好，来。老师，搅面对唔对？搅面的拍摄咯。
哎呀，哎，你这庄严是安怎？这个无遐尔啊我袂使讲输啊啦，莫安尼啦，我足紧张的，后壁你无看因的目睭安那啦，一直咧甲伊看，拜托诶，我没啦，咱无压力啦，嘿，来，你就讲啊，为着我嘛讲唔对，对咩啊？半面对无？什么面？半叫面，半面，半面，确定？是好，来，老师，半面对唔对？你嘛歹势咧。啊，拉面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听老师啊，讲吼，来，老师，来。其实我真无菜啦，拄下菜花子后来有讲到啊。哎呀，你啊看。对，来，伊这种面吼，伊是先撒开嘛，啊伊的料吼炒菜，它落去拌啦，拌，所以是拌面啦，是落去拌，含安尼含搅甲无相共，落去拌的，所以叫做拌面。拌面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咱两队一定写回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哎，好，来看咱这边，台语的这边，伊即马1分。嘿，啊，咱实转呢，毛1分。哦，所以这个一班的奖金先去几多？哦，两边白手的好，两边拢加1万块。好，咱继续哦，加油今日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咱这回合就敢3个答 A、B、C， 咱上好改迄落风险甲分开啊，吼风险要分开哦，我出题啊哦，好，啊等下听我讲哦，咱时间到啊，互咱请市答，咱当这市，啊你才袂互因偷看到，恁特别去互因偷看到。哦，好，咱忙就好来啊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华语甲台语有一寡用词的用字颠倒并，亲像台风甲风台。啊，你敢知影下骹倒一个词吼，伊嘛是同款颠倒并的。A 邀请，B 招待 ，C 尺寸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今日讨论咯。多一个是颠倒并的咧，邀请、招待甲尺寸哦。哦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。哦，这摆不要水哦，拢细。哎呦，是，对啊，寸秋，哎呦，寸秋啊，你寸秋啊，咱徛伫迄落啊，才是大人面头前，因绝对拢知嘛。对啊，像每一个拢是8点寸秋啦，一定伊的演员。对，好来，大家拢知有影有8、4哦。我来看者哈，大家来看者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足紧张的。对啦，这条混的啦。是来，咱迄个华语和台语有一寡这种属于用字颠倒并，哈，啊，毋过伊的意思共款嘛，哈，这叫做反序词啊，哈。好，除了咱的这个尺寸讲做寸尺，比如讲咱若做衫爱新娘寸尺嘛，啊，比如讲迄个咱若去迄个寺庙，咱来讲啥？庙司啊，庙司啊，这个东西很便利，咱来讲就里边的有无哈？啊，迄个市场很热闹，咱来讲菜市做哪老街哦。啊，今天客人很多，咱来讲今仔日啥人客就多。啊，迄个桌椅擦干净哦，咱来讲，把这椅倒啊啦，切到清气哈。啊，比如讲喉咙，咱来讲啥？挠啊，长久的讲啥？孤等哦，比如讲翁仔某爱互相尊重嘛，安尼啥？婚姻才会久长嘛，哈啊，上尾比如讲，有的人是对南部，哈，他北上，啊北上咩讲？秋北，这拢是咱迄个台语字和华语字多颠倒并的有真侪，嘿，以上互大家参考。后一个，来，好来，后一个董老师，后一个，嘿，该试落去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俗语伫咧讲，一斤大家双头提，是咧形容什么款的状况呢 ？A. 工人无法度食苦 ；B. 家庭的负担真重 ；C. 做代志真流利。
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，来，一斤大家上头，来，哎呀，真好听吼，嘿，是，好来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啦。哦，来，同齐讲哦，同齐想哦，哎呦，来，哎呀，这老先摆拢嘛知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。这边是 C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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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4个 B， 一个 C， 吼，这边是拢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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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个 B。哦，来问一个哦，吼，来，咱小妹，你选的是？我是感觉是家庭负担真重啦，啊，不过无啥好把握，阮分担风险。是是。啊，但是这个代志是较，你是较有意思啦。哦，来，咱即马董老师，你甲阮看者，你选的是 B 吼。因为咱一头间咧打鸡啊，啊，佮感觉讲是即间咧打是遮咧感觉重尔嘛，啊，但是互你感觉上头，咱是拢真重鸡咧饲安尼来讲，所以就是负担足重。因为你敢若一斤咧打吼，会足忝嘛，所以迄个负担会足重的，所以一定是家庭的负担足重，爱上头来一打，对无？安尼是不是会较轻松？对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好来，一斤大家大家双头蹄，这句俗语是咧形容散车的家庭，连要大家啊去啥市场买的时阵，嘛爱甲囡仔呢放伫啥另外一边这个米大，吼啊做伙打去吼，啊鸡啊一个叫，啊这。囡仔嘛着惊，吼啊嘛对咧好，吼，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家庭的负担真重，一只手就爱按一个嘴，一个人就要养活一家人，哎，所以是家庭的负担真重。来，咱后一个哦，来，好，吼，这炭烧啦，无烧袂当，吼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往来所是真侪人爱买的盘手，毋过是安怎内底蓝冬瓜鸭呢？ A 冬瓜较俗 ，B 代表好年冬 ，C 无说字难唔着去。哎，你感觉冬瓜较俗？哎是，冬瓜较俗，冬瓜较俗。袂使啦，咱咧往来所打用往来，有人用袂往来所啊用往来所的名啊放冬瓜，这卖羊头。 挂羊头，卖狗肉，安尼是。咱来看一下哦，话题讲尾啊，要小搭一边啦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往来所大家拢食过，不过伊敢知影内底会淋冬瓜鸭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。嘿，是冬瓜较俗，还是讲代表好年冬，还是讲哦无说你难着？这就较含嘛。是啊，系啊。来，往来所，往来所南冬瓜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来哦。哦，来，这边拢是 A 哦，4个是 A， 来这边是 B， 5个是 B 哦。来，咱来问一个，酒，你选的是 A， 哎，你感觉冬瓜较俗？哎是，冬瓜较俗，冬瓜较俗，对。往来较贵啊，往来真正有影较贵。哦，好，这嘛是足简单的，就是安尼啦。对啦，袂使啦，咱咧往来所打用往来，有人用袂往来所啊用往来所的名啊放冬瓜，这卖羊头。 卖狗肉，但是咱细汉的，对啊，往来所来是拢南迄口味嘛无共，迄较好食。不要紧，无定着哦，无定着哦，是 C 哦。不要紧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话题讲尾啊，要小搭一边啦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不会吧？用迄土往来做迄种往来酥吼，是内底迄个往来丝啊，就是伊的纤维啊，叫纤维啊、纤维啦，啊，较口语的讲往来丝啦吼，较粗啊、较酸，啊，食着啦，较无遐刷脆啦，啊，本钱啊，拄才咱有讲着吧，本钱嘛较粗哦，所以人家想要改良，
哦，后来发现讲，以早咱丢啊若挂起来吼，拢会种啥？冬瓜。啊，冬瓜价小较俗，啊，食得较绵。所以往来所内底，它会染这个冬瓜啊，是安尼来的。哦，所以这条就是因为冬瓜较俗啦，哈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是的。咱来看咱这边台语有够水。哦，4条命。嘿，啊，来咱这边的是全的，有人采花姐爱心一粒。嘿。啊，咱拄则咱这边台语这边的奖金偌济？哦，他多少是1万呐？是，啊，咱这个回合奖金2万，他去就变3万块咯。所以讲，咱这边就啊，歹势啦，再过来就好啊啦。例会啊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咱看因会当甲3万块摕倒转去无？好，好来，进来咱的俗语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有嘅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。咱奖金偌济？今摆奖金有3万块啦。所以讲3万块是有几票？有30秒。所以讲咱搁加落去。好，咱搁加30秒。有拢知影。嘿啊，拢知影。加30秒嘞。加30秒啊。来，咱麻烦即马第一位是倒位？第一位。开始了，再来看。啊，袂使甲你先摆好啦，先摆好。是先摆好哦。吼，无等到时候大家拢抱抱肚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别人的囝呐，死袂了，好，正个过来，阳光付出高菜，好，正个过来，再生一粒豆，什么时候拜天头？你袂使甲吃哦，你哎呀，好，正个过来，有样看样，无样安怎？不是，过来加鸡，想哦，正个过来，3分人，7分什么？啊，唔对，过来7分天，唔是分啊，7分真啊，搁7节，现在7节好，对，过来7分天，7分。来，第一个，别人的囝死袂了，是形容人啊，足自私的啦，干那顾家己的利益啊啦，拢无咧顾别人的死活。好，来第2句，嫌官府出高差。这句话咱常常搁会斗一句啥？嫌父母出阿里不达。吼，官府若是对人民伤过严格，啊伤过酷刑，常常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嘛。吼，啊就安那伤空伤芳，吼啊调治要甲官府安那做对头，所以这个贼仔甲土匪就安那愈来愈多。来第3句，再生一粒豆，较赢死了拜地头。这句话是咧提醒咱，有效袂当等哦，是大人啦，在生的时阵，咱得爱甲关心、甲友好，唔通等往生了后，你才准备啥3牲酒礼，足澎湃要来甲拜，安尼嘛无路用吼。第4句，有样看样，啊无样，咱得家己想吼。这句话意思是咧教示咱，无论什么代志，若有好样通看，咱得爱看人的好样，啊罔参考。啊，若无样通看，咱嘛要学会晓，家己安那激头脑，想办法解决。来，最后一句，3分人7分钟。人的生长3分是父母家己生成的，啊7分咱来靠啥？适当的装他，吼，所以3分人7分钟是咧提醒咱爱注意家己的啥物？清擦甲装他。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者咱即马。奖金偌济？还有12秒，所以奖金有12000块，恭喜！好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嘿，来哦，颁奖！恭喜哦！万利哦！万利啊！好气啊！对，其实啊，阮哦。
专家有出迄个 app 吼，啊你若是你厝的啊吼，要甲阿孙啊算啊，是讲大家开始嘛去练习，那有紧张者，嘿，拄啊咱的俗语我来排，对无？咱这边拄则有刺激过啊，对无？哦，你甲看，这绝对有的啦，咱第一个在嘛，所以讲哦，咱这边嘛是同款，咱来试看卖，啊厝的家好落啊登录落来，算看卖，啊若佫较好，咱就来遮比赛，吼，来。什么？开始。开始。好，来。 3、2、1，来。什么？尊贵，贵。好，进来。好来，先一家，水家，水甜。哦，进卡，过来。来，杯底，杯底，汤，哎呦，进卡，给你过来，水吧，猪腰，哦，进卡，过来，食好，到手，你敢看咱速度拿紧，咱3万5，咱就通啊摕倒转去啊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。 有地位，到顶变得意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董老师，感谢，谢谢。